The punishment has accumulated to the point where Cotto has nothing left. Evangelista Cotto's going to throw in the towel. 呢場係拳擊史上最骯髒嘅一場拳賽，畫面當中連續2次冧低對手，最後仲贏埋條金腰帶，成為世界拳王嘅係安東尼馬加里托。佢喺呢場比賽當中仲惡過隻牛，而佢對手就係當時32場全勝嘅傳奇拳王米格闊托。呢場比賽本來應該係一場精彩、公平、公正嘅拳賽，但係因為後來發生咗一單嘢俾人發現，原來馬加里托為咗贏不擇手段喺拳套入邊加石膏，最後惡人有惡報，爭啲俾人打死。呢度係巨鹿格鬥，今日要講嘅就係呢件拳擊史上最骯髒嘅石膏事件。時間嚟到2008年7月26號，馬加里托挑戰當時 WBA 金腰帶得主米格闊托，而呢場比賽全部人都一邊倒咁覺得闊托肯定會贏得好輕鬆。唔單止係因為佢揸住32場全勝24次 KO 嘅戰績，更加係因為佢已經連續4次衛冕呢條金腰帶啦。就算馬加里托當時都係 IBF 嘅金腰帶得主，但一睇戰績就知道冇得揮啦。而雙方一開打，闊托就即刻展現出極其強大嘅殺傷力。身高1.73米嘅佢完全表現出連珠小鋼炮嘅 style， 係咁衝向對方高大嘅身體，並拎白蘭嘅出拳就好似 AK-47 咁瘋狂打喺對手身上。而形成鮮明對比嘅係馬加里托嘅表現，就算有住1.8米嘅身材同1.85米嘅臂展，但係根本就冇用好自己嘅優勢，反而好似一個論論盡盡嘅伯爺公咁慢吞吞打擺拳，打唔打得中都係個問題。喺前路彎當中，與其話呢個係一場拳王爭霸賽，不如話更加似係一個優雅拳擊高手同一個伯爺公喺度打拳啦。但係去到第7 round 之後，情況急轉直下，馬加里托逐漸開始掌握擂台上嘅優勢，係咁將闊托逼埋擂台邊打。唔單止係咁，更加詭異嘅係冇太大傷口情況下，闊托塊面居然慢慢滲出鮮血，佢嘅動作越嚟越慢，出拳都開始冇力。到第10 round 尾嘅時候，闊托已經就嚟頂唔住啦。終於喺最後第11 round 嘅時候，馬加里托將闊托連續冧低2鑊之後 TKO 贏咗比賽。拳賽係打完咗啦，但係真正嘅戲肉呢度先開始。上一場拳賽4個月之後，新晉拳王馬加里托迎嚟肖恩莫斯利嘅挑戰。殊不知喺比賽前準備嘅時候，莫斯利嘅教練意外發現馬加里托前手帶上面居然有石膏粉，呢種係一種遇水之後逐漸變硬嘅物質，時間越長仲會硬到好似石頭咁。情況就好似你拳頭包住個拳套同人哋打，人哋就攞住嚿磚頭搏命咁坑你，而咁都可以解釋到點解隨住比賽深入，馬加里托會表現得越嚟越勁。但係咁樣嘅無恥行為有好大可能會令到對手嚴重受傷，甚至連條命仔都冇埋。雖然賽事方冇取消到馬加里托嘅比賽資格，只係沒收咗佢嘅石膏粉，但係根本冇降低到莫斯利嘅扯火程度。同莫斯利嘅比賽當中，冇咗石膏助力嘅馬加里托俾人打到媽都唔認得，變翻論論盡盡嘅佢，每打一拳都會俾扯火嘅莫斯利好似狂風暴雨咁還擊。可能莫斯利打出嘅拳唔夠加咗石膏之後咁痛，但係腎上腺素已經爆棚嘅莫斯利已經完全唔識攰啦，係咁使出左右拳擊打喺馬加里托身上。而馬加里托俾人打得越陰功，台下嘅觀眾就嗌得越嗨。呢場比賽唔單止係一場簡單嘅金腰帶之戰，更加係要想話俾所有想玩茅招作弊嘅無恥拳手知，可能你會因為用咗污糟嘅招數贏到比賽，但俗語有講，出嚟行始終都係要還嘅。而呢場比賽數據都顯示莫斯利贏晒每一 round 嘅點數，但係贏點數唔係佢要嘅結果，佢要嘅係 KO。嚟到第8 round，馬加里托終於頂唔住啦。Mosley, left hand, Margarito wobbled up against the ropes, and a right, and another right, and finally Margarito goes down. 不過佢好彩，企起身之後鐘聲敲響救翻佢。不過反正莫斯利都未打過癮，於是去到第9 round，喺全場人嘅歡呼同莫斯利嘅瘋狂重拳之下，擂台邊嘅馬加里托終於冧低啦。Mosley again a right and a left and a right and a left and Margarito about to go down and the referee 做錯嘢肯定係要還嘅。呢場比賽莫斯利亦都完美表現出一個又勁又乾淨嘅拳手應該有嘅實力。但係石膏事件發生之後，馬加里托只係俾賽事方禁賽1年。不過咁唔代表呢單嘢會就咁算數。復出之後翻到擂台嘅佢，得到咗更加慘不忍睹嘅懲罰，甚至俾人打到退休。呢度係巨鹿格鬥，格鬥可以好似電影咁優雅。我哋下集再見。The punishment has accumulated to the point where Cotto has nothing left.
呢場係拳擊史上最骯髒嘅一場拳賽，畫面當中連續2次冧低對手，最後仲贏埋條金腰帶，成為世界拳王嘅係安東尼馬加里托。佢喺呢場比賽當中仲惡過隻牛，而佢對手就係當時32場全勝嘅傳奇拳王米格闊托。呢場比賽本來應該係一場精彩、公平、公正嘅拳賽，但係因為後來發生咗一單嘢，俾人發現原來馬加里托為咗贏不擇手段喺拳套入邊加石膏，最後惡人有惡報，差啲俾人打死。呢度係巨鹿格鬥，今日要講嘅就係呢件拳擊史上最骯髒嘅石膏事件。時間嚟到2008年7月26號，馬加里托挑戰當時 WBA 金腰帶得主米格闊托，而呢場比賽全部人都一邊倒咁覺得闊托肯定會贏得好輕鬆，唔單止係因為佢揸住32場全勝24次 KO 嘅戰績，更加係因為佢已經連續4次衛冕呢條金腰帶啦。就算馬加里托當時都係 IBF 嘅金腰帶得主，但一睇戰績就知道冇得揮啦。而雙方一開打，闊托就即刻展現出極其強大嘅殺傷力。身高1.73米嘅佢，完全表現出連珠小鋼炮嘅 style， 係咁衝向對方高大嘅身體，並拎白蘭嘅出拳就好似 AK-47 咁瘋狂打喺對手身上。而形成鮮明對比嘅係馬加里托嘅表現，就算有住1.8米嘅身材同1.85米嘅臂展，但係根本就冇用好自己嘅優勢，反而好似一個論論盡盡嘅八爺公咁慢吞吞咁打擺拳，打唔打得中都係個問題。喺前6彎當中，與其話呢個係一場拳王爭霸賽，不如話更加似係一個優雅拳擊高手同一個八爺公喺度打拳啦。但係去到第7彎之後，情況急轉直下，馬加里托逐漸開始掌握擂台上嘅優勢，係咁將闊托逼埋擂台邊打。唔單止係咁，更加詭異嘅係冇太大傷口情況下，闊托塊面居然慢慢滲出鮮血，佢嘅動作越嚟越慢，出拳都開始冇力。到第10彎尾嘅時候，闊托已經就嚟頂唔住啦。終於喺最後第11彎嘅時候，馬加里托將闊托連續冧低2鑊之後 TKO 贏咗比賽。拳賽係打完咗啦，但係真正嘅戲肉呢度先開始。上一場拳賽4個月之後，新晉拳王馬加里托迎嚟肖恩莫斯利嘅挑戰。殊不知喺比賽前準備嘅時候，莫斯利嘅教練意外發現馬加里托前手帶上面居然有石膏粉，呢種係一種遇水之後逐漸變硬嘅物質。時間越長，仲會硬到好似石頭咁，情況就好似你拳頭包住個拳套同人哋打，人哋就攞住嚿磚頭搏命咁坑你。而咁都可以解釋到點解隨住比賽深入，馬加里托會表現得越嚟越勁。但係咁樣嘅無恥行為有好大可能會令到對手嚴重受傷，甚至連條命仔都冇埋。雖然賽事方冇取消到馬加里托嘅比賽資格，只係沒收咗佢嘅石膏粉，但係根本冇降低到莫斯利嘅扯火程度。同莫斯利嘅比賽當中，冇咗石膏助力嘅馬加里托俾人打到媽都唔認得，變翻論論盡盡嘅佢，每打拳都會俾扯火嘅莫斯利好似狂風暴雨咁還擊。可能莫斯利打出嘅拳唔夠加咗石膏之後咁痛，但係腎上腺素已經爆棚嘅莫斯利已經完全唔識攰啦，係咁使出左右拳擊打喺馬加里托身上。而馬加里托俾人打得越陰功，台下嘅觀眾就壓得越嗨。呢場比賽唔單止係一場簡單嘅金腰帶之戰，更加係要想話俾所有想玩茅招作弊嘅無恥拳手知，可能你會因為用咗污糟嘅招數贏到比賽，但係俗語有講，出嚟行始終都係要還嘅。而呢場比賽數據都顯示莫斯利贏晒每一 round 嘅點數，但係贏點數唔係佢要嘅結果，佢要嘅係 KO。嚟到第8 round，馬加里托終於頂唔住啦。Mosley, left hand, Margarito wobbled up against the ropes and a right and another right and finally Margarito goes down。不過佢好彩，企起身之後鐘聲敲響救翻佢。不過反正莫斯利都未打過癮，於是去到第9 round， 喺全場人嘅歡呼同莫斯利嘅瘋狂重拳之下，擂台邊嘅馬加里托終於冧低啦。Mosley again a right and a left and a right and a left and Margarito about to go down and the referee 做錯嘢肯定係要還嘅。呢場比賽莫斯利亦都完美表現出一個又勁又乾淨嘅拳手應該有嘅實力。但係石膏事件發生之後，馬加里托只係俾賽事方禁賽1年。不過咁唔代表呢單嘢會就咁算數。復出之後翻到擂台嘅佢，得到咗更加慘不忍睹嘅懲罰，甚至俾人打到退休。呢度係巨鹿格鬥，格鬥可以好似電影咁優雅。我哋下集再見。The punishment has accumulated to the point where Cotto has nothing left. Evangelista Cotto's going to throw in the towel. 呢場係拳擊史上最骯髒嘅一場拳賽，畫面當中連續2次冧低對手，最後仲贏埋條金腰帶，成為世界拳王嘅係安東尼馬加里托。佢喺呢場比賽當中仲惡過隻牛，而佢對手就係當時32場全勝嘅傳奇拳王米格闊托。
呢場比賽本來應該係一場精彩、公平、公正嘅拳賽，但係因為後來發生咗一單嘢俾人發現，原來馬加里托為咗贏不擇手段喺拳套入邊加石膏，最後惡人有惡報，差啲俾人打死。呢度係巨鹿格鬥，今日要講嘅就係呢件拳擊史上最骯髒嘅石膏事件。時間嚟到2008年7月26號，馬加里托挑戰當時 WBA 金腰帶得主米格闊托，而呢場比賽全部人都一邊倒咁覺得闊托肯定會贏得好輕鬆，唔單止係因為佢揸住32場全勝24次 KO 嘅戰績，更加係因為佢已經連續4次衛冕呢條金腰帶啦。就算馬加里托當時都係 IBF 嘅金腰帶得主，但一睇戰績就知道冇得揮啦。而雙方一開打，闊托就即刻展現出極其強大嘅殺傷力。身高1.73米嘅佢完全表現出連珠小鋼炮嘅 style， 係咁衝向對方高大嘅身體，並拎白蘭嘅出拳就好似 AK-47 咁瘋狂打喺對手身上。而形成鮮明對比嘅係馬加里托嘅表現，就算有住1.8米嘅身材同1.85米嘅臂展，但係根本就冇用好自己嘅優勢，反而好似一個論論盡盡嘅伯爺公咁慢吞吞咁打擺拳，打唔打得中都係個問題。喺前路彎當中，與其話呢個係一場拳王爭霸賽，不如話更加似係一個優雅拳擊高手同一個伯爺公喺度打拳啦。但係去到第7 round 之後，情況急轉直下，馬加里托逐漸開始掌握擂台上嘅優勢，係咁將闊托逼埋擂台邊打。唔單止係咁，更加詭異嘅係冇太大傷口情況下，闊托塊面居然慢慢滲出鮮血，佢嘅動作越嚟越慢，出拳都開始冇力。到第10 round 尾嘅時候，闊托已經就嚟頂唔住啦。終於喺最後第11 round 嘅時候，馬加里托將闊托連續冧低2鑊之後 TKO 贏咗比賽。拳賽係打完咗啦，但係真正嘅戲肉呢度先開始。上一場拳賽4個月之後，新晉拳王馬加里托迎嚟肖恩莫斯利嘅挑戰。殊不知喺比賽前準備嘅時候，莫斯利嘅教練意外發現馬加里托前手帶上面居然有石膏粉，呢種係一種遇水之後逐漸變硬嘅物質，時間越長仲會硬到好似石頭咁。情況就好似你拳頭包住個拳套同人哋打，人哋就攞住嚿磚頭搏命咁坑你，而咁都可以解釋到點解隨住比賽深入，馬加里托會表現得越嚟越勁。但係咁樣嘅無恥行為有好大可能會令到對手嚴重受傷，甚至連條命仔都冇埋。雖然賽事方冇取消到馬加里托嘅比賽資格，只係沒收咗佢嘅石膏粉，但係根本冇降低到莫斯利嘅扯火程度。同莫斯利嘅比賽當中，冇咗石膏助力嘅馬加里托俾人打到媽都唔認得，變翻論論盡盡嘅佢，每打拳都會俾扯火嘅莫斯利好似狂風暴雨咁還擊。可能莫斯利打出嘅拳唔夠加咗石膏之後咁痛，但係腎上腺素已經爆棚嘅莫斯利已經完全唔識攰啦，係咁使出左右拳擊打喺馬加里托身上。而馬加里托俾人打得越陰功，台下嘅觀眾就嗌得越嗨。呢場比賽唔單止係一場簡單嘅金腰帶之戰，更加係要想話俾所有想玩茅招作弊嘅無恥拳手知，可能你會因為用咗污糟嘅招數贏到比賽，但俗語有講，出嚟行始終都係要還嘅。而呢場比賽數據都顯示莫斯利贏晒每一 round 嘅點數，但係贏點數唔係佢要嘅結果，佢要嘅係 KO。嚟到第8 round，馬加里托終於頂唔住啦。Mosley, left hand, Margarito wobbled up against the ropes and a right and another right, and finally Margarito goes down. 不過佢好彩，企起身之後鐘聲敲響救翻佢。不過反正莫斯利都未打過癮，於是去到第9 round， 喺全場人嘅歡呼同莫斯利嘅瘋狂重拳之下，擂台邊嘅馬加里托終於冧低啦。Mosley again a right and a left and a right and a left and Margarito about to go down and the referee 做錯嘢肯定係要還嘅。呢場比賽莫斯利亦都完美表現出一個又勁又乾淨嘅拳手應該有嘅實力。但係石膏事件發生之後，馬加里托只係俾賽事方禁賽1年。不過咁唔代表呢單嘢會就咁算數。復出之後翻到擂台嘅佢，得到咗更加慘不忍睹嘅懲罰，甚至俾人打到退休。呢度係巨鹿格鬥，格鬥可以好似電影咁優雅。我哋下集再見。The punishment has accumulated to the point where Cotto has nothing left. Evangelista Cotto's going to throw in the towel. 呢場係拳擊史上最骯髒嘅一場拳賽，畫面當中連續2次冧低對手，最後仲贏埋條金腰帶，成為世界拳王嘅係安東尼馬加里托。佢喺呢場比賽當中仲惡過隻牛，而佢對手就係當時32場全勝嘅傳奇拳王米格闊托。呢場比賽本來應該係一場精彩、公平、公正嘅拳賽，但係因為後來發生咗一單嘢俾人發現，原來馬加里托為咗贏不擇手段喺拳套入邊加石膏，最後惡人有惡報，差啲俾人打死。呢度係巨鹿格鬥，今日要講嘅就係呢件拳擊史上最骯髒嘅石膏事件。
時間嚟到2008年7月26號，馬加里托挑戰當時 WBA 金腰帶得主米格闊托，而呢場比賽全部人都一邊倒咁覺得闊托肯定會贏得好輕鬆，唔單止係因為佢揸住32場全勝24次 KO 嘅戰績，更加係因為佢已經連續4次衛冕呢條金腰帶啦。就算馬加里托當時都係 IBF 嘅金腰帶得主，但一睇戰績就知道冇得揮啦。而雙方一開打，闊托就即刻展現出極其強大嘅殺傷力。身高1.73米嘅佢完全表現出連珠小鋼炮嘅 style， 係咁衝向對方高大嘅身體，並拎白蘭嘅出拳就好似 AK-47 咁瘋狂打喺對手身上。而形成鮮明對比嘅係馬加里托嘅表現，就算有住1.8米嘅身材同1.85米嘅臂展，但係根本就冇用好自己嘅優勢，反而好似一個論論盡盡嘅八爺公咁慢吞吞咁打擺拳，打唔打得中都係個問題。喺前6彎當中，與其話呢個係一場拳王爭霸賽，不如話更加似係一個優雅拳擊高手同一個八爺公喺度打拳啦。但係去到第7彎之後，情況急轉直下，馬加里托逐漸開始掌握擂台上嘅優勢，係咁將闊托逼埋擂台邊打。唔單止係咁，更加詭異嘅係冇太大傷口情況下，闊托塊面居然慢慢滲出鮮血，佢嘅動作越嚟越慢，出拳都開始冇力。到第10彎尾嘅時候，闊托已經就嚟頂唔住啦。終於喺最後第11彎嘅時候，馬加里托將闊托連續冧低2鑊之後 TKO 贏咗比賽。拳賽係打完咗啦，但係真正嘅戲肉呢度先開始。上一場拳賽4個月之後，新晉拳王馬加里托迎嚟肖恩莫斯利嘅挑戰。殊不知喺比賽前準備嘅時候，莫斯利嘅教練意外發現馬加里托前手帶上面居然有石膏粉，呢種係一種遇水之後逐漸變硬嘅物質。時間越長，仲會硬到好似石頭咁，情況就好似你拳頭包住個拳套同人哋打，人哋就攞住嚿磚頭搏命咁坑你，而咁都可以解釋到點解隨住比賽深入，馬加里托會表現得越嚟越勁。但係咁樣嘅無恥行為有好大可能會令到對手嚴重受傷，甚至連條命仔都冇埋。雖然賽事方冇取消到馬加里托嘅比賽資格，只係沒收咗佢嘅石膏粉，但係根本冇降低到莫斯利嘅扯火程度。同莫斯利嘅比賽當中，冇咗石膏助力嘅馬加里托俾人打到媽都唔認得，變翻論論盡盡嘅佢，每打拳都會俾扯火嘅莫斯利好似狂風暴雨咁還擊。可能莫斯利打出嘅拳唔夠加咗石膏之後咁痛，但係腎上腺素已經爆棚嘅莫斯利已經完全唔識攰啦，係咁使出左右拳擊打喺馬加里托身上。而馬加里托俾人打得越陰功，台下嘅觀眾就壓得越嗨。呢場比賽唔單止係一場簡單嘅金腰帶之戰，更加係要想話俾所有想玩茅招作弊嘅無恥拳手知，可能你會因為用咗污糟嘅招數贏到比賽，但俗語有講，出嚟行始終都係要還嘅。而呢場比賽數據都顯示莫斯利贏晒每一 round 嘅點數，但係贏點數唔係佢要嘅結果，佢要嘅係 KO。嚟到第8 round，馬加里托終於頂唔住啦。Mosley, left hand, Margarito wobbled up against the ropes and a right and another right and finally Margarito goes down。不過佢好彩，企起身之後鐘聲敲響救翻佢。不過反正莫斯利都未打過癮，於是去到第9 round， 喺全場人嘅歡呼同莫斯利嘅瘋狂重拳之下，擂台邊嘅馬加里托終於冧低啦。Mosley again a right and a left and a right and a left and Margarito about to go down and the referee 做錯嘢肯定係要還嘅。呢場比賽莫斯利亦都完美表現出一個又勁又乾淨嘅拳手應該有嘅實力。但係石膏事件發生之後，馬加里托只係俾賽事方禁賽1年。不過咁唔代表呢單嘢會就咁算數。復出之後翻到擂台嘅佢，得到咗更加慘不忍睹嘅懲罰，甚至俾人打到退休。呢度係巨鹿格鬥，格鬥可以好似電影咁優雅。我哋下集再見。